新年新家梦，真侪人会用休过年的时间去拜拜求平安。不过为着防疫，改变真侪咱的生活方式，亲像嘉义县的一寡宫庙，即马嘛开始咧安排民众来参拜的防疫措施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像宫庙拜拜的民众，不管大人也是囡仔，大家拢有挂嘴烟。为要防止疫情四界团，嘉义县一寡大宫庙嘛拢调整过年的活动，减少民众较群。咱为着这疫情，所以咱袂当抢头香，咱就是插头香。咱庙门嘛，照以前关起来，迄有200年的历史，咱袂使改。对，以往对内底开，即马对外口馆长开庙门，安尼吧。配合政府防疫的政策，即马要入去庙内底，除了挂嘴啊，嘛要量体温甲消毒。庙方嘛，甲出入口分开，且工作人员也是用设备来管理出入。我们新引进的 AI 的热成像感温系统，这个系统你只要经过去，你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，它就会哔哔哔哔哔，会有警报声。现场我们也有准备口罩，如果说信众他自己没有戴口罩，要进入庙内，我们也会提供给他使用，然后劝导每位信众尽量保持那个社交距离，安全社交距离。县政府表示，过年期间来宫庙拜拜的民众是南来北往，防疫的工作非常重要。庙方嘛强调，除了相关防疫措施，针对入庙的人数嘛会做管制，呼吁信众出入爱配合防疫，避免疫情的散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